咱即马来到这个鹿野火车站吼，那这个鹿野火车站是阮这个鹿野地区算是上重要的这个交通的节点。那这谈这个日本时代吼，差不多谈大正8年，那日本人伊就因为要运送这个甘蔗，要去台东糖厂，所以就做这个轻便车，甲这个鹿野的车站就先甲做出来。这个站体用好是差不多大正11年左右，对关山到台东的这个火车路正式通车，这变成一个正式的这个站呢。即马新的站体吼，差不多民国102年因为这花东线的铁路电气化的关系所以是敲定起安尼。这拢吼是阮鹿野第一间的这个饭店。叫这个福晋饭店所以早期咱来北往的人要过暝拢会踮火车头附近，迄个算旅社啦对面是开柑仔店安尼到即马后壁鹿野乡的发展就愈来愈济以这个观光为主安尼。我国小毕业的时迄阵鹿野拢也无人开这拢嘛是家厝破厝要我开别人做，拢无同款啦。干那这迄落产品落煎的，还去甲冻起来，叫明仔再煎安尼，介酥，介好食安尼。我的煎包现包现煎，你就定要食内面要有汤，安尼食的口感介好啦。鹿野就产品水煎包最好食，搁在鹿野乌龙茶上好的。即马题材转来要甲人花开互伊的迄个温度莫遐悬，较点阮就用烧风炉去吹。阮台东的红乌龙的部分是伫民国94年开始啦，毋过阮公所农会遐是民国97年才正式命名。咱台东的茶就叫做红乌龙，花莲那边叫做蜜香红茶。其实我们台东的红乌龙，我们把它做成颗粒状，水煮滚冲下去100度就可以泡茶。往常一般老一辈他们都是用那个茶垢在泡茶。我们现在在推广红乌龙，我们会希望年轻化、简单化，所以家里有碗、有汤匙，我们就可以泡茶了。所以很适合我们讲的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上比较忙，我们简单就可以泡茶了。这就是鹿野区啊场啦，日本时代乡公所这一半是较早区长的官舍这一半就是古早的这个办公室。今嘛你听到这个歌声这就是阮鹿野区域场合唱团所以阮要配合这个环境，其实阮大部分拢唱这个台语的歌，搁日本语的歌，就是大家唱欢喜若唱得袂歹，游客来嘛欣赏，或者嘛拍扑安尼。阮这个岗哨是戒严时期的时阵呢，担这个桥呢来过桥，但是呢，一直到解严的时阵，阿兵哥呢就开始撤退。目前这几年慢慢提倡这个游程互人起来去做一寡体验，来拍火车，来遮佚佗。鹿野遮嘛有上传统的农业不过嘛有上厉害的热气球。鹿野有一群人。各社区、各部落大家拢有咧希望讲乡内有更较侪发展我希望要营造一个所在，讲，互庄卡的人，踮遮会用介安稳的过生活，少年家会用大学毕业转来鹿野再来做工课，甲最热情的阮鹿野人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大家来遮分享，所以文化、观光、产业三个是要合作。